呢個世界上最殘忍嘅事，可能就係嗰啲對你越絕情、越頂頸，甚至越冇出息嘅親人，其實係上天派嚟度你嘅。你試下靜低心諗下，你辛辛苦苦捱大啲仔女，後生嗰陣慳埋，自己唔捨得食好啲，唔捨得着靚啲，將所有最好嘅資源同心血，全部傾注喺佢哋身上。你以為種瓜得瓜，以為老咗可以享清福，有仔女圍住你轉，但係點解你捱更抵夜，付出咗一世，攞嚟換翻嚟嘅，反而係一肚心寒？你有冇試過過節個個家庭都開開心心食餐飯，你對住一台攤凍晒嘅餸，等極都等唔到個人翻嚟？你有冇試過打個電話過去想聽下把聲，結果講唔夠兩句，對方就嫌你煩，直接收你線？甚至你有冇試過你啲積蓄全部貼晒俾佢買樓結婚，結果佢有事就翻嚟攤大手板，冇事就當你好似透明咁，你一個人坐喺屋企，可能日日喺度嘆氣。你問老天爺，點解我條命咁苦？我到底做錯咗啲咩？你甚至會覺得呢啲仔女係冤親債主，係前世欠咗佢哋，今世注定要俾佢哋折磨嚟還債。我同你講，如果你係咁諗，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其實你真係錯怪咗老天爺嘅安排。喺佛門入面有一部好出名嘅《法華經》，入面講過一個提婆達多嘅公案。提婆達多係邊個呢？佢係佛陀身邊最棘手嘅人，佢處處同佛陀作對，甚至想害死佛陀，可以說係壞事做盡。但你估下點？佛陀反而親自為提婆達多受記，話佢係自己嘅善知識，係逆行菩薩。即係咩呢？即係話善惡從來都唔係睇表面嗰一層，嗰啲令你最痛、最折磨你嘅人，其實係老天爺特登派嚟，用最狠嘅方式去幫你完成人生最後一場修行。你諗下，如果仔女個個都千依百順，日日對你噓寒問暖，你開心係開心啦，但係到咗百年歸老嗰一日，你點捨得走？你雙眼點合得埋？你滿腦子都會掛住佢哋，呢啲牽掛就會變成生死輪迴入面最粗嗰條繩，死死綁住你。所以你啲仔女對你唔好，對你冷淡，唔係嚟討債，佢哋係用一把無形嘅刀，一刀一刀咁幫你斬斷晚年最深嗰幾條繩。呢件事好多做人老豆老母嘅一世都睇唔通，佢哋帶着滿肚委屈同埋不甘心，日日喺怨恨入面度過，搞到臨走嗰日對眼都仲未合埋，死都死唔安樂。如果你睇唔穿呢個局，你下半生每一日都會困喺自己積出嚟嘅地獄入面，白白浪費咗呢個覺醒嘅機會。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大風大浪都見過，人情冷暖都嘗過，大半生心血都落晒喺仔女身上。其實真係時候要醒啦！你唔好再用兒女嘅態度去決定你今日嘅心情，更加唔好為了一個唔回頭嘅人，將自己最後嘅歲月熬到油盡燈枯。如果你聽到呢度，心裏邊有少少赤痛，覺得我講中咗你嘅心聲，請你喺評論區打一句放下執念，得大清淨，當係為自己嘅下半生種個善緣，亦都係俾自己一個決心。從今日起，將個心收返埋自己度。老天爺安排得好精妙，兒女嘅每一種痛，其實都對應住你心入面嘅一種執念。今日我就同你拆解5種最折磨人嘅仔女，睇完之後你會發現，原來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我先同你講第一種，亦係最常見嗰種。呢種仔女佢可能好叻，但係佢飛得太遠。頭先我哋提到晚年嗰種心寒同失落，其實係老天爺借啲仔女嚟點醒你。咁具體係點樣點醒法呢？我就同你講第一種仔女，呢一種往往係你半世人最驕傲嘅成果，但同時亦係令你最痛嘅傷口，就係嗰啲飛得太遠，已經唔再需要你嘅仔女。你身邊實有呢種人，或者你自己就係咁。你回想下後生嗰陣，你為咗個仔係點樣搏老命嘅？日打2份工，自己連件貴少少嘅衫都唔捨得買，好嘢全部留俾佢食。你同佢講，仔啊，你俾心機讀書，只要你飛得出呢個窮圈子，阿媽捱幾多苦都值得。後來佢真係好生性，一路考入好大學，畢業之後去咗大公司做嘢，甚至移民飛咗去外地定埋居。親戚朋友提起你個仔，
個個都豎起手指公，一臉羨慕咁話：你真係好福氣啦，養個仔咁甩骨，終於可以享清福啦。但係得你自己心知肚明，呢份風光背後到底有幾多淒涼？我識得一位芳兒，佢個仔就係典型嘅人生勝利組，喺外國做工程師。有一年冬至，香港天氣好凍，芳兒朝早6點幾就去街市排隊買最新鮮嘅游水班，買靚雞，仲特登燉咗喺中國仔細個最中意飲嘅花膠湯。你話個仔喺外國點食？芳兒話打算夜晚同個仔開住視像傾偈，當係一家人團聚食餐飯。嗰晚，芳兒將啲餸擺滿一台，連對筷子都擺得齊齊整整，跟住就坐喺梳化度等，由7點等到8點，再由8點等到9點，打過去冇人聽，去到10點半，電話終於響啦。芳兒嗱嗱聲入接聽，笑容啱啱掛上面，熒幕嗰邊個仔就急急腳咁講：阿媽，冬至快樂啊！我呢邊啱啱開完個場會，公司有單大生意要趕，老闆催得好緊，我依家連飯都未食，晏啲再同你傾啦，拜拜。嘟一聲，視像斷咗，前後講咗唔夠30秒。芳兒當時成個人僵咗喺度，大廳靜到出奇，雪櫃摩打發出微弱嘅嗡嗡聲，牆上面個鐘滴答滴答咁行，窗外面吹緊寒風，一陣陣冷風由條罅度轉入嚟。大光管慘白嘅光打落飯台上面，嗰條蒸得啱啱好嘅游水班已經攤到凍晒，層油凝固咗喺面度，嗰盅花膠湯連蓋都未揭開，摸落去個燉盅只剩翻一絲餘溫。芳兒一個人企喺飯台隔離，突然之間覺得個心好似俾人挖空咗一塊咁，眼淚直情係不受控制咁流落嚟。你唔好以為呢個畫面平平無奇，好多人會話後生仔搏殺期，工作忙係好正常啫，做父母嘅應該體諒。但係對於一個將30年青春、所有時間、所有夢想都孤注一擲擺喺個仔身上嘅阿媽嚟講，電話收線嗰一下奪聲，直情係對佢成個人生價值嘅否定。芳兒唔係單單掛住個仔，佢係喺嗰一刻突然發現自己作為一個被需要嘅阿媽呢個身份已經徹底死亡。你諗下，你年輕嗰陣明明好中意畫畫，明明想去京都睇紅葉，明明想同班姊妹去嘆下世界，但係你全部放棄晒，你將屬於自己嘅人生活成咗佢嘅後勤部隊。你日日圍住佢轉，佢考第一，你開心過自己；中6合彩，佢病少少，你緊張過自己跌斷骨。依家佢對翼硬啦，飛走啦，世界裝滿咗事業、家庭、朋友，唯獨係冇位剩俾你。你傳短信俾佢，佢半日先回一個誤字。你叫佢返嚟陪你，佢永遠都話下次啦。你一個人食飯，一個人睇電視，一個人對住4面牆發呆。你覺得好痛苦，覺得自己被拋棄，但係我問你，佢唔係活成咗你當年最希望佢變成嘅樣咩？你當年叫佢飛，依家佢飛到上天際，唔再回頭望你，你點解反而要怨佢？你其實唔係怨佢飛得遠，你係怨佢飛得遠之後唔再需要你。喺佛法嚟講，呢個叫咩啊？呢個叫依附嘅執念。老天爺安排呢個仔飛到咁遠，連一通電話都慳翻。唔係為咗懲罰你，而係派一個逆行菩薩嚟強行解開你身上條繩。佢用冷淡同距離逼你接受一個事實，你嘅任務已經圓滿交卷啦。一個阿媽最大嘅成就就係養出一個唔再需要自己嘅仔女。如果佢30幾歲人仲日日黐住你裙腳，你先至應該驚距離嘅遠係上天俾你嘅一份厚禮，逼你將目光由個仔身上收返落嚟，望下你自己。望下嗰個被你忽略咗30幾年、皺紋滿面，但係仲有得救嘅自己。你去報個班，去做下義工，去行下山。當你真正放低呢份依附嘅執念，你先會發現，原來屬於你自己嘅人生，依家先至啱啱開始。聽到呢度，可能有啲人會嘆氣話：唉，我個仔就冇飛得咁遠啦，佢就留喺我身邊，但我仲係覺得好苦。點解呢？咁我就要同你講第二種仔女，呢種仔女冇離開你，甚至每個禮拜都同你見下面，但係佢帶俾你嘅折磨絕對唔亞於第一種，就係嗰啲極度平庸，令你大失所望嘅仔女。你有冇試過一去到過年過節、親戚大聚會嗰陣，你最怕就係人哋問起你個仔，
大家圍住張大圓台飲茶食點心。表姨媽笑吟吟咁話：哎呀，我個女啱啱升咗做跨國公司總監，又喺市區買咗層樓，下個月請我哋去冰島睇極光啊！跟着三叔公又搭嘴：我個仔都唔錯，自己開咗間診所，生意幾好咁啦。佢哋講到眉飛色舞，全場人哇哇聲咁讚，唯獨係你坐喺角落頭，連塊叉燒都食唔落，淨係識得不停飲茶掩飾尷尬。點解？因為你個仔讀書嗰陣成績平平，依家30幾歲人，做緊份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嘅文員仔，人工微薄，冇車冇樓，甚至連拍拖都成問題。人哋一轉頭問你：發叔，你個仔近排點啊？幾時擺酒買樓啊？發叔個面口即刻僵晒，面色一陣紅一陣白，夾硬擠個笑容出嚟話：哦，佢話想遲啲先打算，後生仔有自己諗法啦。其實發叔個心入面好似俾火燒緊咁，覺得極度丟架，甚至連頭都抬唔起。呢個發叔係我舊街坊，成世人爭強好勝，要面要到極點。後生嗰陣為咗供個仔補習，自己連煙都戒埋，一心望子成龍。點知個仔天生就唔係讀書材料，出到社會亦都係渾渾噩噩。嗰日飲完茶返到屋企，發叔成肚火無定法。一入門口見到個仔坐喺梳化睇電視，即刻發癲大鬧。你睇下人哋表姨媽個女，你再睇下你自己，3張幾嘢人，仲係一個月搵得個10000蚊，我成世人啲面子俾你丟光晒。我當年供你讀書啲錢，不如掉落海聽響聲。個仔本嚟靜靜地睇電視，聽到呢度，轉頭望住發叔，眼神好平淡咁講咗一句：阿爸，我從來都冇逼你供我資質就係咁多，我只係想安安分分做一個普通人。點解我一定要做你喺親戚面前攞威嘅工具？就係呢一句說話，逼到發叔血壓飆升，差啲要入醫院。兩父子自此之後開戰，足足半年冇講過半句話。發叔日日坐喺公園張長凳度嘆氣，覺得自己成世人嘅心血、成世人嘅投資全部白費晒，人生簡直係一個徹底嘅失敗。但係你試下退一步諗，如果發叔個仔真係做咗投資銀行高層，日日管住幾十億上落，發叔係咪就一定開心？如果佢個仔真係咁叻，但代價係個仔日日要同人勾心鬥角，壓力大到要食安眠藥先瞓到覺，又或者為咗上位不擇手段，甚至行差踏錯踩中法律界線，到時發叔係贏咗個面子，但可能要日日提心吊膽，驚個仔有事。你話呢個面子係咪真係值得攞命去換？發叔痛苦，其實根本唔關個仔事。個仔有去偷咩？有去搶咩？有去作奸犯科咩？冇，佢只係安分守己咁做一份普通工，平平安安咁過日子。發叔真正痛苦嘅係佢自己個心入面生咗一個巨大嘅毒瘤，呢個毒瘤叫做虛榮心同比較心。喺佛門入面有一句好深嘅說話，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以為親戚聚會上面嗰啲稱讚、羨慕嘅目光係真實嘅，其實全部都係過眼雲煙。人哋讚你兩句，你又唔會長生不老；人哋睇低你，你亦都唔會少忽肉。老天爺安排一個極度平庸嘅仔女俾你，正正就係你生命中最好嘅逆行菩薩。佢用佢嘅平庸，硬生生咁打碎你成世人建立出嚟嘅虛榮外殼。佢用佢嘅冇出息，逼你直視最赤裸嘅真相。你到底係愛呢個仔，定係愛佢帶俾你嘅光環？只要你一日仲喺度同人比較，你一日都係活喺地獄入面。因為呢個世界總有比你更叻、更有錢、更有出息嘅人。比較係一條永遠見唔到尾嘅苦路。仔女平庸其實係一種暗中嘅保護。佢冇去冒大險，自然就避開咗大風大浪。佢冇巨大嘅成就，自然就唔會引嚟無端嘅妒忌同災禍。佢可以每個禮拜簡簡單單返嚟同你食餐家常便飯，平平淡淡。呢個其實已經係極大嘅福分。當你能夠徹底放低對面子嘅執念，真心接納你個仔只係一個普通人，嗰一刻你先至係真正放過咗嗰個一世爭強好勝、唔肯認輸嘅你自己。不過距離遠，冇出息都算啦。呢啲只係傷你個心。最得人驚嘅係第三種仔女，
呢種仔女係連你條命，連你嘅棺材本都要吸乾。頭先我講過，無論係飛得太遠定係極度平庸嘅仔女，頂多都只係傷你個心。但係對於好多做父母嘅嚟講，最致命、最折磨人嘅係第三種仔女。呢種仔女就好似一個永遠填唔滿嘅無底深淵，佢永遠大唔透。30幾歲人仲攤大手板依賴你，甚至一步一步將你嘅晚年拖垮。你身邊有冇呢種後生仔？讀完書出嚟做嘢，嫌辛苦，做2-3個月就辭職，跟住就話要休息下，揾下方向，結果一抖就抖咗2-3年，日日困喺間房度打機、網購。你話佢兩句，佢就反駁：依家外面環境咁差，你估好易揾食啊？或者有啲結咗婚，生埋細路，但係自己唔願意孭起頭家，一遇到經濟困難就即刻返嚟揾老豆老母求救。阿媽，層樓要供，你借住幾十萬過我先啊！或者丟低對仔女俾你湊，自己走去風流快活。你成副退休金、棺材本全部俾佢陰啲吸乾吸淨。你做到7老80，明明退咗休，仲要去茶餐廳洗碗，去做實 Q， 賺埋嗰萬零蚊去填佢條數。你日日喺度喊，覺得好委屈。點解我生咗個敗家仔？點解我臨老都冇一日安寧日子過？有個阿錢叫芳姐，佢個仔就係咁。阿仔30幾歲，學人搞生意，結果衰咗，欠落周身街數。嗰日個仔返到屋企，一入門就跪低喊住話：阿媽，今次你一定要幫我，如果唔係，班人會斬死我㗎。你賣咗間屋幫我填數啦。芳姐當時成個人軟癱喺地下，眼淚係咁流。呢間屋係佢同死鬼老公捱咗半世人先供完嘅，係佢唯一嘅依靠。佢當時心入面又痛又悶，好似俾大石壓住咁，抖唔到氣。佢同自己講：如果賣咗間屋，以後住邊？但係望住個仔喊到聲嘶力竭，佢又心軟。最後，芳姐真係賣咗層樓，幫個仔還清筆債，自己就搬去租間100幾尺嘅近房住。你以為個仔會生性？半年之後，個仔又走去賭外圍，輸多一筆。今次連芳姐僅有嘅嗰10萬蚊棺材本都呃埋。芳姐最後搞到抑鬱，連床都落唔到。你唔好以為芳姐好偉大，其實芳姐嘅悲劇一早喺佢個仔細個嗰陣已經埋下伏線。個仔跌親，佢即刻扶起；個仔做錯事，佢永遠幫佢補鑊。佢包辦咗個仔人生所有嘅選擇同責任。喺佛家眼中，呢種溺愛其實係極其殘忍嘅。佛法入面有一句核心嘅道理，叫做因果自受，不可代償。即係話，每個人落嚟呢個世界都有自己嘅業力，有自己要行嘅路，有自己要食嘅苦。父母就算幾偉大，都唔可能代替個仔去受因果。你以為幫佢遮風擋雨係愛佢，但如果你一直幫佢擋，佢永遠都學唔識點樣自己擔遮。老天爺派一個啃老嘅仔女俾你，其實係一個最嚴厲嘅逆行菩薩。佢係用佢嘅頹廢同無賴逼你收起嗰份泛濫嘅溺愛同越界。佢用拖垮你嘅方式逼你學識佛門入面一種極高嘅境界，叫做金剛怒目。咩叫金剛怒目？就係帶刺嘅慈悲。真正嘅愛唔係百依百順，唔係包底，而係狠下心腸，斬斷佢對你嘅依賴，逼佢自己去面對人生嘅風雨。只有當你真正放手嗰一刻，佢先會跌到痛，先會醒悟，先會長大。如果芳姐當時狠下心，堅持唔賣樓，由得個仔自己去承擔後果，甚至去破產，個仔可能會怨佢一段日子，但最後總要自己爬起身。偏偏芳姐用自己嘅晚年去買個仔繼續頹廢嘅飛。所以啃老嘅仔女出現，係老天爺喺度敲醒你，你越界啦，你將屬於佢嘅因果夾硬孭咗上身。斬斷呢份執念，退返去父母嘅本位，呢個先至係對大家最好嘅成全。不過講完啃老，第4種仔女帶嚟嘅痛就更加直接，更加火爆。如果頭3種係陰乾，咁第4種就絕對係火星撞地球，就係嗰啲性格犯衝，講兩句就同你開火嘅仔女。你身邊一定見過呢種母女或者父子，大家住得唔遠，可能就喺隔離區，搭車半個鐘就到，但係兩母女嘅心
仲遠過飛去冰島。你同佢講多兩句，佢就覺得你煩，你唔好成日管住我啦。你啲思想太 out 啦，你想關心佢，佢覺得你指手畫腳。大家坐低食餐飯，三句唔埋兩句就頂頸。你話向東，佢偏偏要向西。你話呢個對象唔好，佢死都要同佢一齊。最後筷子一摔，門一撲，飯都未食完就反面收場，留翻你一個人對住成台餸，眼淚係咁飆，你會好痛苦。我自己生出嚟嘅肉，細個嗰陣幾乖幾聽話，點解大個咗成身都係刺，好似仇人咁啊？其實你真係太執着啦。呢個世界冇任何人係可以完全按照你嘅劇本去活嘅。佛門入面將呢啲同你性格反衝嘅人，亦都叫做提婆達多。佢點解要同你對着幹？佢唔係真係想激死你，佢只係用佢唯一識嘅方式喺度強烈咁宣告：阿媽，我已經大個啦，我係一個獨立嘅人，我有自己嘅思想，我唔係你嘅扯線公仔，更加唔係你生命嘅延續。你覺得受傷，是因為你心入面仲有一樣好難破除嘅嘢，叫做我執。你總係覺得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我行橋多過你行路，我講嘅嘢全部都係為你好。你將自己嗰套價值觀當成絕對嘅真理，強加喺佢身上。呢個仔女頂你頸，其實係喺度磨平你個我執。佢每一次同你嘈，每一次駁嘴，都係提醒緊你鬆手啦，放下你控制一切嘅慾望啦。當有一日你聽到佢做咗一個你完全唔同意嘅決定，你唔再破口大罵，而係平心靜氣咁講一句：阿媽未必認同，但係我尊重你嘅選擇，你自己承擔後果啦。嗰一刻，你嘅我執就破咗啦。你會發現，當你唔再試圖控制佢，佢反而會慢慢放低戒心，開始同你靠近。講到呢度，頭四種仔女，或者你都經歷緊，或者你都可以用智慧去化解。但如果前面四種你都頂得順，咁最後呢一種絕對會令你懷疑人生。呢一種仔女冇離家出走，冇問你攞錢，亦冇同你嘈交，但係佢天生涼薄。頭先喺上一章結尾，我留低咗一個懸念，我話如果前面嗰四種仔女你都頂得順，咁最後呢一種絕對會令你懷疑人生。呢一種仔女佢冇離家出走，冇日日攤大手板問你攞錢，亦都冇同你火星撞地球咁嘈交，但係佢天生涼薄。呢一種痛係滲入骨髓嗰種痛。你試下回想下，你為咗呢個仔女幾乎耗盡咗你成世人嘅精力。你後生嗰陣捱殘個身體，自己病咗都死撐住唔去睇醫生，為咗慳翻幾百蚊留俾佢交學費。你將最好嘅年華，全部嘅愛毫無保留咁傾注喺佢身上。你將自己活成咗一個影子，所有嘅光都打晒落佢度。但係佢呢？佢理所當然咁攤開雙手，攞走你一切嘅付出，連一句多謝都冇，好似你做嘅所有嘢都係奉旨咁。你有冇試過你自己病到七彩，周身骨痛，連落床斟杯水都冇力？你打個電話俾佢，想佢關心兩句，點知佢語氣平淡到好似講緊天氣咁，冷冰冰咁拋低一句：阿媽，你唔舒服就去睇醫生啦，同我講有咩用？我又唔係醫生。跟住就收咗線。嗰一刻，你揸住個電話，個心係咪好似跌落冰窟咁凍？又或者到咗你生日嗰日，你由朝早開始等，連去廁所都帶住部手提電話，驚錯過佢嘅祝賀。結果等足一整日，電話安安靜靜，連一個短信都冇。你唔好意思打去提佢，驚顯得自己好似喺度乞討緊啲咩咁。到咗大節日，你一早去街市掃貨，準備咗一台佢最中意食嘅餸，由朝早忙到下晝，洗洗切切，身水身汗，結果天都黑晒，佢先傳個短信過嚟，臨時有事唔返嚟食啦，就得呢幾個字，連一句抱歉都冇。你望住嗰台仲冒緊煙嘅飯餸，眼淚終於忍唔住掉落嚟。你一個人坐喺飯台前面，突然覺得好迷茫。你問自己：我成世人咁辛苦，到底為咗啲咩？你連生佢氣嘅力都冇，淨係剩低一種深入骨頭嘅心寒同疲憊。你覺得好丟架，覺得自己簡直係養咗隻白眼狼。點解呢種痛最難捱？因為第一種飛得遠嘅，起碼叫有出息；
第四種同你嘈交嘅，起碼大家仲有交流。但係呢種天生涼薄嘅仔女，就好似一塊又硬又凍嘅石頭，你用盡一世嘅心血去煨，都煨唔熱。佢令你徹徹底底咁懷疑自己呢一輩子嘅付出到底有咩意義。你之所以咁痛苦，是因為你心入面有條刺，呢條刺叫做付出，就必須要有回報嘅交換心態。你覺得我生你養你，對你咁好，你最基本都應該要孝順我、感恩我啦。呢個邏輯喺世俗眼光睇嚟，絕對係啱嘅，冇人會話你錯。但係如果你以為佢涼薄係你人生嘅失敗，或者以為佢係前世嘅冤親債主嚟討債，咁你就太睇小老天爺嘅安排啦。其實事實係佢用最冷漠、最無情嘅方式，替你一刀一刀斬斷晚年最深嗰條牽掛，幫你剪斷生死輪迴最粗嗰條繩。即係咩呢？即係話你嘅快樂同痛苦一直都綁死咗喺佢嘅反應上面。佢對你好，你就開心；佢對你冷淡，你就生不如死。你個心完全被另一個人牽住走，一世人都唔自由。你試下調轉頭諗下，如果個仔極度孝順、極度黐你，日日對你噓寒問暖，買補品俾你食，陪你飲茶，你個心實係甜到流，完全將佢放喺生命嘅第一位。但係當你百年歸老，瞓喺張病床上面，得返最後一口氣嗰陣，你點走得開？你對眼望住個仔，喊到死下死下，你滿腦子都會諗：我走咗個仔點算？邊個幫佢湊孫？邊個煲靚湯俾佢飲？佢以後受委屈，邊個聽佢講？你心入面裝滿晒牽掛、不捨同埋深深嘅眷戀。喺佛門入面，呢種走法叫做帶業而走。你帶着咁重嘅紅塵牽掛離開，個心一啲都唔清淨。結果係點？下輩子你仲要返嚟輪迴，仲要喺另一段關係入面繼續這場沒完沒了嘅糾纏。我聽過佛門入面有一個公案，係講一位老修行人嘅故事。呢位老人家成世人都對個仔好好，但係個仔出奇地不孝，由細到大都對老豆呼呼喝喝，成日激到老人家扎扎跳。臨老仲對老人家不聞不問，大家都覺得個老人家好慘。直到老人家臨終前嗰幾日，個仔終於覺得內疚，行到床前探佢，個仔捉住老人家隻手，喊到聲嘶力竭，係咁話：阿爸，對唔住，我以前對你唔住。大家以為老人家會原諒佢，或者會趁機教訓佢兩句，點知老人家好平靜咁望住個仔，微微笑咗一下，講咗一句令所有人震驚嘅說話：仔啊，你唔使喊，你呢一世對我唔好，我反而要多謝你，因為你對我嘅唔好，你嘅涼薄令我喺呢個世間上再冇任何值得留戀嘅嘢。我依家心入面乾乾淨淨，冇一絲牽掛，多得你，我終於可以走得輕輕鬆鬆。講完冇幾耐，老人家就安詳咁合上眼，真真正正做到無牽無掛咁離開。你唔好以為呢句話係老人家心灰意冷、發脾氣講嘅晦氣說話。如果你咁諗，你就大錯特錯。一個修行咗大半生嘅人，喺生死存亡嘅最後關頭講得出呢句，係真真正正嘅大徹大悟。佢係徹底睇穿咗因果嘅把戲。佢清楚知道，如果個仔係個大孝子，佢臨死嗰一刻一定會被淚水同埋親情勒住條頸，死都死唔斷氣。個仔嘅涼薄表面上係不孝，實質上係成就咗佢人生最後一次嘅解綁。呢個多謝係發自內心嘅感恩。你睇到未？真正有智慧嘅人係咁樣去睇事情嘅。佢知道兒女嘅冷漠其實係一種另類嘅成全，係替你一層一層咁剝去嗰啲執着。你個仔每一次唔覆你短信係一刀，每一次唔記得你生日係一刀，每一次過節丟低你一個又係一刀。每一刀劈落嚟，突然係痛，痛到你徹夜難眠，痛到你覺得成個心房都被挖空。但你諗深一層，呢每一刀其實都係幫你削走對佢嘅期待，削走你對佢嘅依賴，將綁住你兩仔爺嗰條無形嘅繩一點一點咁斬斷，直到有一天你對佢徹底死心，再冇任何要求，再冇任何期待。嗰一日你個心唔係死咗，而係真正咁活過來啦。你活成咗一顆清淨心，你唔會再因為佢嘅一通電話而歡天喜地，
亦唔會因為佢嘅冷言冷語而抑鬱失眠。你嘅心就好似一潭深水，風吹唔起波瀾。嗰種感覺唔係麻木，而係一種徹底嘅大自在。5種最痛嘅仔女，我已經同你逐一拆解完。你可能已經對號入座，見到自己嘅影子。睇到呢度，你個心可能仲係有少少沉重，覺得雖然道理明咗，但係每日面對住空蕩蕩嘅屋企，或者面對住仔女嗰塊黑面，仲係覺得好難受。你可能想問，我到底要點樣做先可以真正解脫？點樣先可以將個心收返埋自己度？你唔使心急，我接落嚟講嘅嘢關乎你餘生每一日嘅安寧，甚至係你成個家族嘅福報流轉。頭先我哋由遠到近，由面子到物質，再講到性格同埋天生嘅涼薄，逐一拆解咗5種最令老人家心寒嘅仔女。你睇到呢度，可能個心仲係有少少沉重，覺得雖然道理明咗，知道佢哋係上天派嚟嘅逆行菩薩，但係每日面對住空蕩蕩嘅屋企，或者面對住仔女嗰塊冷冰冰嘅黑面，心入面嗰條刺仲係好痛。我同你講，你呢種反應係絕對正常嘅。10月懷胎，辛辛苦苦捱大嘅親生骨肉，有邊個做阿媽阿爸嘅被冷待之後會唔痛？好多老人家頂唔順呢種痛，就會行入廟度，跪喺菩薩像前面，眼淚流到一地都係。佢哋會同神仙講，話呢啲仔女係冤親債主，係前世欠落佢哋嘅債，今世注定要被折磨嚟還債。佢哋周處去求神拜佛，甚至請啲風水法器返屋企，想去化解呢場災劫。我絕對明白你嗰種想揾個出路、趨吉避凶嘅心情，因為你個心實在太委屈，你需要揾一個理由去安慰自己，等自己好過啲。但係，我想你靜低心嚟聽我講清楚，佛門入面講嘅冤親債主，從來都唔係指老天爺特登派一隻兇神惡煞嘅鬼，或者派個仇人入你屋企嚟索你條命。即係咩呢？即係話真正綁死你嘅債主，其實係你自己心入面嗰個結。你越係覺得虧欠佢，或者你越係覺得不甘心，覺得自己付出咗咁多，點解冇回報？你心入面呢個結就勒得越緊。你個仔對你冷淡，對你唔好，其實只係因緣際會之下生出嚟嘅一個表面現象，背後更深層嘅因，係你將自己晚年全部嘅喜怒哀樂，成個靈魂嘅重量都過度執着同埋依附喺呢段關係上面。你將一條鎖鏈交咗俾個仔，任由佢拉住你走，你周處去求神拜佛想去還債，其實你搞錯咗方向。你調解外面嘅債，甚至去擺風水陣，不如調解你自己個心。調心先係真正最靈驗嗰個護身符。當你徹底明白，原來仔女嘅平庸、冷漠或者頂頸，都只係上天借佢哋做工具，嚟幫你磨平虛榮心、控制欲同埋交換心態。你個心境就會隨之改變。佛家有一句好核心嘅智慧，叫做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只要你個心唔再覺得佢係一個討債鬼，唔再對佢抱有嗰種單方面嘅極度渴望，佢對你嘅殺傷力就會瞬間跌到落零。你最終要化解嘅，從來都唔係出面嗰筆無形嘅債，而係你自己心頭嗰份執念。我問你，解開咗心結之後，具體喺日常生活入面，你要點樣做？其實好簡單，方法只有一個字，就係收。人到咗50歲之後，你必須要明白，你嘅人生已經轉咗入一個新嘅季節。後生嗰陣，我哋係向外擴張嘅，我哋拼命去賺錢，成家立室，栽培仔女，將所有精力都向外放。但係老咗，老天爺借住仔女嘅疏遠，其實係喺度強行落閘，逼你將放出去嘅感情、精力，甚至金錢，全部收返埋自己度，收返你嘅時間。以前你由超忙到黑幫佢湊孫、買餸、煮飯，搞到自己條腰都伸唔直。依家如果佢唔領情，你就果斷放手，將啲時間留返俾自己去公園行下，去同啲老街坊飲茶吹水，收返你嘅底線同金錢。如果個仔永遠大唔透，你要學識狠心，斬斷佢對你嘅依賴，將你嘅棺材本、退休金好好咁鎖死喺自己戶口度。呢啲係你晚年最後嘅尊嚴，邊個都唔可以動搖。收返你嘅情緒，佢唔打電話返嚟，你就自己睇一套中意嘅電視劇。佢過節唔返嚟食飯，你就自己去街市買條靚魚，切2片薑，
清蒸俾自己食，慢慢享受嗰口鮮甜。如果當時你冇狠下心腸抽身出嚟，結果會係點？試想下，如果你一直唔肯收手，仲係日日執着要改變個仔，由朝到晚諗計點樣要佢多啲陪你，或者用盡你副棺材本去幫佢填氹，你唔單止會耗盡自己最後嘅健康同財富，仲會連累個心陷入無底深淵。到最後，兩仔爺會因為互相逼變成真正嘅仇人，連最後一點微弱嘅親情都會燒毀得一乾二淨。你話咁樣執迷不悟，到底係愛佢定係害死大家？我識得有個街坊叫明叔，佢以前日日愁眉苦臉，周圍同人訴苦，話個女唔理佢。後來佢諗通咗，徹底放低，佢唔再日日守喺電話隔離等個女傳短信或者打電話俾佢，佢跑咗去學太極，又喺屋企陽台種滿晒各種靚花。有一日朝早，陽光啱啱好灑入陽台，明叔打完太極，身水身汗，自己沖咗壺普洱，坐喺藤椅度聞住陣陣花香，慢慢嘆茶。嗰一刻，佢成個人放鬆晒，眉頭鬆開，覺得原來自己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咁舒服。最奇妙嘅事發生啦！半年之後，佢個女見阿爸唔再成日長嗟短嘆，唔再成日用親情去綁架佢，個女反而覺得輕鬆咗，主動每個禮拜買生果返嚟探佢，兩父女仲可以坐低傾幾句閒偈。你睇下，呢個就係境隨心轉。當你把自己顧好，你身上嗰股怨氣同埋哀愁就會散。你身上冇怨氣，仔女返嚟探你嗰陣，自然會覺得有壓力，想走頭。你越係活得自在，你同仔女嘅關係反而越容易鬆綁。呢個就係佛法最高級嘅智慧，放低先至可以真正擁有。唔好再用兒女懲罰自己啦，你真係值得過得更好。講到呢度，你可能已經開始慢慢釋懷，心裏面嗰塊大石終於放低咗一半。但係要將呢種通透變成你生命嘅一部分，等陣我會教你一個最簡單嘅動作，等你可以每一日都安住自己個心。其實老天爺睇得好清楚，佢早就將最好嘅福報靜靜雞留咗俾你。頭先我講過，老天爺早就將最好嘅福報靜靜雞留咗俾你。咁到底呢個福報係咩呢？其實就係一個空字。當你啲仔女唔再黐住你，當你唔再需要日日為佢哋勞心勞力、擔驚受怕，你生命入面終於空出咗一大片完完全全屬於你自己嘅時間同空間。你諗下，你後生嗰陣，日日似個陀螺咁轉，為老公、為老婆、為仔女，幾時有真真正正為過自己？依家老天爺借住仔女嘅手，幫你將所有包袱卸落嚟。呢片空出嚟嘅地方，唔係空洞，唔係孤單，而係一種極大嘅清靜。你可以用呢啲時間去打理陽台啲花，去公園跟師傅打下太極，甚至咩都唔做，淨係坐喺窗邊嘆一杯普洱茶。呢啲先係真真正正無人可以從你手上搶走嘅晚年福報。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由今日開始，千祈唔好再用兒女嘅態度去懲罰你自己。無論你遇着嘅係飛得太遠，連電話都唔打嘅仔，係極度平庸令你無面嘅女，係30幾歲仲攤大手板啃老嘅，係同你火星撞地球成日頂頸嘅，定係天生涼薄對你漠不關心嘅兒女，你都唔好再怨天尤人，更加唔好覺得係前世欠咗佢哋。照住我講嘅去做，第一步喺心入面徹底同佢哋嘅因果解綁，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受嘅苦，你代唔到佢，亦都唔需要代。第二步，將你放出去嘅所有注意力、期待同埋金錢，一滴不漏咁收返埋自己身上。你要明白，人生去到下半場，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去邊間大廟度求支上籤，亦唔係喺屋企擺件咩辟邪化煞嘅風水物件，而係你自己嗰顆如如不動嘅清淨心。我以前聽過一位老修行講過一個好特別嘅冷門比喻，佢話人老咗，個心應該要修煉成一面打磨得極之光滑嘅古銅鏡。仔女嘅孝順定係冷淡，人世間嘅聚散離合，就好似行過呢面古銅鏡前面嘅人影，佢行埋嚟，塊鏡就清清楚楚咁照住佢，不形不拒。佢走咗，塊鏡就空返，連一條淺淺嘅痕跡都唔會留低。
佛門將呢種境界叫做物來則形，過去不留。你唔會因為個人影走咗而覺得塊鏡少咗忽肉或者變暗咗。你個心本來就係圓滿無缺嘅，根本就唔需要靠任何人嘅愛、任何人嘅關注去填補。當你真係做到好似古銅鏡咁，光風霁月，影過無痕，你將呢份通透同清淨回向俾自己，你嘅下半生自然會逢凶化吉，行到邊度都係最好嘅道場。今日講得比較深，內容亦都比較長，真係好辛苦，大家陪我聽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真係解開咗你心入面綁咗好多年嘅死結，或者令你對仔女嘅緣分多咗一份釋懷，我非常之歡迎你訂閱浮城前心呢個頻道，加入我哋，等我哋一齊喺呢條修心嘅路上慢慢行，互相提點。你仲記唔記得片頭一開始嗰陣，我叫你打嗰8個字？如果你而家個心已經覺得鬆綁咗，成個人鬆咗一口氣，請你喺評論區度打多次放下執念，得大清淨，將呢份祈願留低，當係俾自己晚年一個全新嘅開始，亦都係一份對未來嘅祝福。另外，如果你身邊都有啲老朋友、老街坊，日日為仔女問題長、知短嘆，甚至激到失眠要食藥，不妨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下。你嘅一個簡單轉發動作，可能就喺無意之中幫緊一個人走出痛苦嘅深淵，解開晚年最大嘅心結。呢個就係法布施，係為你自己、為成個家族積落嘅無量福報。願你嘅餘生唔再為別人流半滴眼淚，活成自己嘅光，自己照亮自己。我哋下期影片再見。